喺蒙古北部薩耶山嘅山腳下面，有一班獵人正喺山谷底下嘗試圍捕馴鹿。喺3000年前，薩摩耶部落就已經喺呢一片沙漠入面馴養野生嘅馴鹿。而家佢哋嘅後人查坦族仍然喺呢一度捕捉野生嘅馴鹿。厚厚嘅積雪反而幫助到獵人妨礙動物逃脫。獵物走甩咗，佢哋苦苦咁追捕咗幾日，最後仍然係一無所獲。